师父就用这个短短的时间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案来给各位大家做参考。有一个年轻人，他刚从金钟退伍的时候，他只有高中的学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只好到一家印刷厂担任送货员。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呢，要将一整车大概40-50捆的书要送到某一个大学的7楼办公室去。当他先把这2-3捆的书扛到电梯口等候的时候，有一位50多岁的警卫走过来了，他就说：“这个电梯是给教授、老师搭乘的，其他人一律都不准搭，你必须要走楼梯。”年轻人就向警卫解释说：“我不是学生，我正要送这一整车的书到你们7楼办公室，这是你们学校订的书啊。”可是警卫一脸无情地回答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是教授，不是老师，就不准来搭电梯。”两人就在电梯门口吵了半天，但是警卫依然不给放行啊。年轻人心想，这一车的书要搬完，至少要来回走7层楼梯20多趟，会累死人了。后来年轻人无法忍受这无理的刁难，就心一横呢，把40-50捆的书搬放在大厅的角落，不顾一切的就走人了。年轻人向印刷厂的老板解释事情的原委获得了谅解，但也向老板辞职，并且立刻到书籍买整套高中的教材跟参考书了，含泪发誓：“我一定要奋发图强，考上大学，我绝不再让别人瞧不起。”这个年轻人在联考前的半年，天天闭门苦读14个小时，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已经无退路可走了。每当他偷懒懈怠的时候，脑中就想起警卫不准他搭电梯被羞辱歧视的那一幕他就打起精神，加倍努力的用功。后来这个年轻人终于考上某大学的医学院了。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也变成一家开业诊所的中年医生了。然而他静心一想，当时要不是这个警卫无理的刁难和歧视，他怎么能从欺辱当中擦干眼泪，勇敢地站起来呢？而那一位被他痛恨的警卫，不也是他一生当中的恩人吗？各位，有智慧的人就说了，失意的时候需要忍，得意的时候需要淡要平淡。的确，人都有失意不顺遂的时候，然而人只有在遭遇挫折，被他人百般刁难、歧视、嘲讽的时候，才能够打醒自己，让自己被当头棒喝而惊醒过来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挫折、每一个伤痛、每一个打击，都有它的意义存在。我们要祝福大家能够具备超人的智慧跟毅力，突破我们生命中难以突破的关卡。万一我们人生遭遇酸甜苦辣了，不可能一切都一帆风顺有顺境必定有逆境，但是在我们心里无法突破的时候，我们要赶紧念佛，因为阿弥陀佛专门在救度我们造罪造业很深重的凡夫众生。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在没有办法突破逆境的时候，要是能够当下念起佛号，名号的光明就普照在你身上，你的业障就消，智慧也增长，自然宏凶化吉，易难成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的。我们时时刻刻心不离开佛，佛也没有离开我们众生，佛永远疼爱着我们众生。这一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南无阿弥陀佛。